靜默主前，呢一刻，讓我哋嚟到上主嘅面前，讓你自己去體會你嘅呼吸，意識到你正在為自己吸收一啲富有營養嘅嘢，依從你自己嘅意願、你嘅指示、你嘅生理規律，運用緊佈滿咗喺你全身成千上萬美妙嘅血管，讓到你嘅呼吸充滿你嘅身體。現在心中默念：主耶穌係殷勤不倦嘅傳道者。主耶穌係殷勤不倦嘅傳道者。今日靈修嘅經文係出自約翰福音第8章第3至第7節。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，叫他站在當中，就對耶穌說：夫子，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們，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。你說該把她怎麼樣呢？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。耶穌卻彎着腰，用指頭在地上畫字。他們還是不住地問他。耶穌就直起腰來，對他們說：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。耶穌曾經喺曠野受魔鬼嘅試探，如今又多次面對宗教領袖嘅試探同刁難。然而耶穌仍然好恆常嚟到聖殿裏面教導眾人，唔容許聖殿荒涼，為到平日裏邊仍然好真心嚟到聖殿敬拜嘅人留低咗發人心醒嘅真理，為到被拖嚟到聖殿嘅婦人化咒詛為祝福，將佢喺情慾嘅試探同埋罪裏面釋放出嚟。試探係由外來嘅人、事、物帶嚟嘅誘惑同陷阱，就好似魚餌同埋網羅，叫我哋內在嘅慾望喺不知不覺間被牽引。當人被慾念所控制，私慾喺我哋嘅抉擇上面既懷了胎，就生出罪來；罪既長成，就生出死來。然而主卻係嗰位殷勤不倦嘅傳道者，用愛同真理拯救罪人出死入生。我哋一同有個禱告啊！感謝天父賜我哋自由嘅意志，求聖靈幫助我哋喺不斷面對世界各種慾望誘惑嘅時候，可以選擇多啲嘅設防，可以謹慎警醒，免得入了迷惑，可以常常用聖經嘅教導嚟到檢視自己。求聖靈保守我哋，唔好去縱容自我，唔好讓邪僻嘅心出現，唔好輕易去做一啲唔合真理嘅事。我哋禱告係奉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與信徒相通，我哋一同面對百般試煉嘅時候，
正正就係驗證我哋聖潔生命嘅堅強程度。係咪能夠喺熬煉裏邊用積極嘅態度生出忍耐，能夠達到純全、十全十美、毫無缺陷、無瑕無疵呢？向世人作見證。我哋要恨惡一切嘅邪惡行為，但係我哋要愛罪人，給予跌倒嘅人有回轉改過嘅機會。服侍他人，一切美善嘅恩賜同埋各樣全備嘅賞賜，唔係由我哋自己發掘出嚟，乃係由眾光之父嗰度降落嚟，係聖靈隨己意分俾眾人，好叫我哋互相效力，彼此服侍。一句合宜嘅說話，就好似金蘋果落喺銀網裏面，一句說話都能夠讓人感到羞愧同沉默，由罪同埋沉睡嘅靈命裏邊醒悟過嚟。喺呢刻，都請你獻上你嘅禱告啊！